主后2025年7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悔改中求救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撒母耳记上卷12章第10到2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撒母耳记上卷第12章。撒母耳甲所有的以色列人讲：恁对我的要求，我拢有听见，就甲恁设立一个王治理恁。现在恁有一个王来领导恁，我已经年老头毛白，我的囝嘛拢甲恁做伙，我对少年到大，拢一直伫领导恁。我伫遮，恁着伫上主甲伊所选立的王面前作证。我减捌抢人的牛，夺人的驴，捌欺负啥人，压制啥人，捌甲人收贿赂，做无公平的裁决。若有，我拢要刑恁。因应讲：你毋捌欺负阮，毋捌压制阮，嘛毋捌对人摕什么。伊甲因讲：今仔日恁袂当找着我有做什么毋对。上主甲伊所选立的王，拢为我作证。人民应讲：上主作证。撒母耳甲人民讲：以前上主任命摩西甲阿伦，带恁的祖先出埃及。当恁着徛好势，我要伫上主的面前甲恁控告，甲恁提醒。上主有为着恁甲恁的祖先做真侪拯救的大事。早前雅各去埃及了后，恁的祖先有求救上主，上主就找摩西甲阿伦带因出埃及，互因伫即个所在定居。毋过因袂记得上主因的上帝，伊就甲因交互哈索的将军西西拉、非利士人甲摩押王出在遐人来攻击。因求叫上主讲：阮有犯罪，因为阮离开上主去服侍巴力甲阿斯他略。求你救阮脱离对敌的手，阮就要服侍你。上主就找基甸、巴拉、耶弗他，甲我撒母耳，叫恁脱离四位对敌的手，恁才会当平安徛起。毋过阿文人的王纳哈坐来攻击恁，恁就对我讲：阮无爱，阮一定要有一个王甲阮统治。其实上主恁的上帝是恁的王。当看咧，恁所敬所求的王伫遮，上主已经设立一个王统治恁。恁若敬畏上主，服侍伊，听伊的话，无违背伊的命令，恁甲治理恁的王嘛顺趁上主恁的上帝，安尼就真好。恁若毋听趁上主的话，违背伊的命令，上主的手会攻击恁，亲像早前攻击恁的祖先同款。当徛好势，来看上主伫恁目睭前要做的伟大的事。今仔日敢毋是看小麦无雨水的时，我要求上主，伊会起雷落雨，互恁也知也看出，恁为家己要求设立王，伫上主面前是犯大罪。撒母耳祈求上主，上主就伫即日起雷落雨，众人就行为上主甲撒母耳。因甲撒母耳讲：请你替你的仆人祈求家己你的上帝，阮才免死，因为阮为家己求一个王，真正是罪上加罪。撒母耳甲人民讲：毋免惊，虽然恁做即个歹代志，毋过毋通偏离无缀上主。
只有着专心服侍上主，毋通偏离上主去缀富贵的神明，因为因富贵无路用，袂当救恁。既然上主拣选伊做伊的子民，为着要持守家己尊贵的名，伊一定袂去杀恁。我一定不断替恁祈祷，若无我就得罪上主。我要指示恁好过正直的路。恁只有着敬畏上主，诚心实意服侍伊，就会记得伊为着恁所做的代志偌尔大。恁若继续做歹，恁甲恁的王一定会做一个灭亡。悔改中求救主，伫服侍的道路有一段时间，我是伫感觉和精神人的基督服侍女性的受刑人和精神人，因为服侍真好看到效果，常常互我感觉挫折。但是每当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搁接受洗礼成做基督徒，我的心就备受安慰。搁较深入斗阵了后，我看到精神人的悔改比一般人还要较辛苦，因为因爱面对真侪挑战和挣扎。我渐渐体会，因要改变并无容易，所以常常带着严厉搁忍惜的心情，甲因斗阵，找真侪方法帮助因，也用袂少时间陪伴因，希望帮助因明白上帝的话。后来我要离开迄个服侍岗位的时，就亲像今仔日经文中的撒母耳共款，除了万般毋甘，也真烦恼因。当以色列长老向撒母耳要求为人民设立一个王的时，撒母耳真无欢喜，总是上主爱伊顺坦人民的意思。伫撒母耳为以色列人设立王了后，伊谦卑伫人民面前拍开家己，表明愿意接受任何指教，甚至愿意为以前犯过的错误赔偿。对第2到第3节的叙述，通看到撒母耳是一个真正实践信仰的人，伊行做正直，毋惊受检验。身为基督徒，特别是牧者，搁较应该反复读这段经文，好好检视家己是毋是亲像撒母耳共款，无愧伫信仰，搁时常到上帝面前求伊监察。有一位教会姊妹对我讲，我来教会哪久，哪感觉人性的虚假甲丑恶，因为我看到兄弟姊妹来到教会是一副面腔，行出教会大门，阁是另外一副面腔。伊袂禁得感慨讲，真侪人来教会礼拜，好像只是来底拍卡尔。我听到即款的话，实在感觉忧愁甲自责，因为信徒无行出信仰，是我身为牧者的失责，求主饶恕我。撒母耳向以色列人表明个人的心意了后，接落来语重心长讲述以色列人经过的历史。伊指出，上主向以色列人行做奇异的大事，因却一再得罪伊，直到互敌人攻击。但是每当因呼求上主，伊就对敌人的手中拯救因。撒母耳重申，上主的治理绝对比人的治理还要较安全。伊提醒以色列人，只有倚靠上主，
才当脱离敌人的手。以色列人虽然如愿得到一个王，但是撒母耳要求因的确持续敬畏上主、侍奉上主、听叹上主，搁遵守伊的诫命。古代君王拥有无上的权力，总是撒母耳忠心，唯一着侍奉的对象是上主，因为君王也是有限的人，会为着利害关系犯罪，会为着私利做出无公义的代志。愿咱时常转来到上主面前，寻求安怎行善行正道，免得犯罪得罪上主。日想，我是毋是时常来到上主面前，寻求伊的引带？我要安怎关心迷失伫信仰十字路口的兄弟姊妹呢？我是毋是时常来到上主面前，寻求伊的引带？我要安怎关心迷失伫信仰十字路口的兄弟姊妹呢？祈祷，主爱的主啊，感谢你愿意听候我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帮助我，伫悔改中更新生命，搁真心去听人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